香港有3/4嘅面積係綠色土地，但住房面積就只有7%。呢一片嘅彈丸之地，150米以上嘅摩天大樓超過200座，係世界著名嘅垂直城市。俾我哋離開慣常嘅視線，從高啲嘅角度睇香港，睇下會唔會有新嘅發現呢？香港一直被稱為石屎森林，地少人多又擠迫。但原來呢一個陸地面積1100多平方公里嘅城市，有3/4屬於郊野地區，係綠色土地。香港嘅大自然好靚，你咪走去大浪西灣，你走去西貢嗰啲咁嘅沿岸睇下啦。其實同你走去布吉島啊，有咩分別咧？真係冇乜分別嘅啫。咁其實我哋正正就係欠缺咗咩？欠缺去認識自己嘅城市。香港嘅大廈越建越密，越起越高。150米以上嘅摩天大樓超過200座，一棟棟牙籤樓、筷子樓逼埋一齊，成為世界著名嘅垂直城市。香港山多，大約60%嘅土地都係60度以上嘅天然山坡，唔容易發展。已經發展嘅土地只係佔總面積4/2，其中住屋嘅面積只有76平方公里，佔總面積6.9%，唔到7%。黃遠湘係規劃署前副署長，舊年退休，而家擔任規劃署顧問。喺規劃署30幾年，參與過唔少重要嘅發展工作。佢話政府正致力開發土地，解決房屋供應同埋人口密集問題，不過就遇到唔少阻力。我記得我初入行嘅時候咧，假如我哋收嗰啲反對意見咧，假如有100隻咧，已經係好多好多噶啦。但係咧近呢1年咧，收親嘅申述意見書咧，通常都上萬嘅。咁好似呢個新界東北為例啦，我哋收到41,500個申述意見。同埋咧11,179個提意見者，咁城規會用咗45日去聽呢啲意見。你諗下，我哋以往用幾個鐘頭嘅功夫，而家做幾十日都未做完。施政報告列出政府短中長期嘅土地規劃。黃遠湘話：8至10年後，新發展區相繼落成，房屋問題會得到解決。新界東北啊、新界北啊、洪水橋啊、東涌啊。咁甚至係發展大嶼山啊，呢啲咧都係講緊可以好多人口可以遷入去嘅，所以土地供應應該唔缺乏。所以而家香港面對嘅問題應該係呢幾年嘅土地供應嘅問題，並非係一個長遠嘅問題。無線電視記者黃玉娟報導。